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次係京阪神行程嘅第5日，我哋會進入京都北面嘅伊根灣，搭遊覽船去睇舟屋群同埋餵海鷗，再去日本三景之一嘅天橋立，搭吊車睇靚景。夜晚仲會喺宮津市住一間溫泉嘅度假酒店。想睇我哋呢8日點樣玩盡關西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嚟接收最新嘅旅遊資訊啦！我哋而家出發啦！早晨啊，各位，我哋而家去一個被稱為日本最靚嘅海上村莊，大家估唔估到去邊呢？就係海之京都嘅伊根灣啊！呢一度有全日本獨一無二嘅舟屋風景，想一次過睇晒個全景，最好嘅方法就係坐伊根灣嘅遊覽船啦，仲可以餵埋海鷗，真係超級期待啊！由武學揸車過去伊根灣，車程大約1個鐘頭零40分鐘。沿路嘅風景都好靚㗎，哇！咁快就到伊根灣遊覽船嘅停車場啦，仲係免費泊車㗎。咦，已經有好多海鷗等緊我哋啦！こんにちは。今日係星期日，都見到有好多嘅旅遊巴。如果唔係自駕遊嘅朋友想嚟伊根灣，其實最好就係在當地嘅1日遊啊！我見到網上都有好多選擇。詳情我放咗喺資訊欄裏面，大家可以去睇下㗎。我初初以為真係得好少海鷗㗎咋，原來我真係低估咗佢哋啊！你睇下，多到好激烈啊！我哋而家過隔籬嘅禮品店嗰度買船飛先，又或者可以提早喺網上買定預售票都得㗎。條 link 我就放咗喺資訊欄嘅裏面。船票方面，成人係1200 yen 一位，小童係600 yen。記住要買埋蝦條餵海鷗啊！成個船程係大約25分鐘。我哋而家等下一班嘅時候，睇下呢度有啲咩買先。都係集中伊根灣嘅特產禮品同埋精品多㗎。呢一度仲有一個小食部㗎，可以食住嘢嚟等都得。隻船返嚟啦，仲有好多海鷗跟住啊！我哋而家排隊等上船先。哎呀，突然間天陰啊，開始落雨啊！未開船啲海鷗已經好熱情啦。不過餵海鷗嗰陣時要小心啲啊，因為啲海鷗太熱情，會飛得好近，佢哋嘅翼有陣時會打中塊面㗎。餵海鷗最好就戴住手套，海鷗裏面混雜咗一啲老鷹，啄到隻手就好痛㗎啦。有陣時啲海鷗好鍾意登陸頭頂同你玩㗎。當你假扮餵蝦條俾佢哋嗰陣，佢哋係唔會睬你㗎。大家睇下呢一度有條彩虹啊！我都係第一次咁近見到彩虹㗎啫。呢一度唔係隻隻海鷗都咁曳㗎，有一啲海鷗好乖㗎，靜靜咁樣坐喺你隔籬嗰度等你餵佢。伊根灣由公元5世紀開始已經有人住㗎啦，不過最初嘅居民呢都係住喺半山腰嘅，直到18世紀嘅江戶時代，漁民為咗出海方便，先至開始喺海邊嗰度起舟屋，所以伊根灣舟屋被稱為海上嘅威尼斯。之所以起咁多嘅臨海木屋，全靠得天獨厚嘅地理環境，因為個灣口窄，所以水面係比較平靜㗎。潮水嘅漲退細到全年只係得70厘米㗎咋，好犀利啊！
時至今日，呢一棟仲保存咗超過230間嘅舟屋，成為咗日本嘅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。最古老嗰間仲係1863年起添㗎。舟屋嘅建築好特別㗎，一樓就係泊船嘅，方便漁民出海；2樓先至係居住嘅地方啊。自駕遊嘅你一定唔可以錯過伊根灣舟屋群展望台，佢係一個道之驛嚟㗎，仲有幾間唔錯嘅餐廳可以食埋飯添㗎。由遊覽船嘅位置揸車上嚟都係8分鐘嘅車程。呢一個展望台係起喺小山丘嘅上面㗎，睇晒成個伊根灣同埋舟屋群最佳嘅位置啊！企喺度5公里長230幾間嘅舟屋都盡在眼前啦。可惜今日天氣麻麻，影唔到最佳嘅畫面啊！我哋而家入去幾間餐廳睇下先，最後決定嚟呢一間油屋活魚料理。我哋叫咗個青金魚檔同埋海鮮檔，每一 set 都係2000 yen 咋。個材料勁新鮮，每塊仲係厚切㗎，值得推介。食飽飽，我哋而家出發去天橋立啦。天橋立有分南北兩邊㗎，我哋今次就去南面嘅 Viewland， 由伊根灣揸車過去大約45分鐘。我哋到咗 Viewland 嘅山腳啦，架車就泊咗喺對面，收700 yen 不限時。而家買飛上山頂嘅展望台先，來回嘅票價成人係1000 yen， 小童係500 yen。雖然係落緊雨啊，但係我哋都決定搭吊車。搭吊車嘅感覺真係好正㗎。如果怕搭吊車嘅朋友，都可以選擇搭纜車㗎，一樣可以上到山頂嘅展望台。不過搭返落嚟嗰陣，推薦大家一定要搭吊車啊，因為可以欣賞埋最靚嘅沙洲景㗎。上到山頂啦，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去展望台嗰邊，離遠已經望到有好多機動遊戲玩啦。我哋一陣再介紹。天橋立呢一個地方同宮島、松島被稱為日本三景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條全長3.6公里嘅沙洲，將宮津灣分為2個部分，上邊仲有超過8000棵嘅松樹，真係一個自然嘅奇景啊！一陣我哋會落去沙洲嗰度行下。呢一度最出名嘅就係招牌動作彎低身啊！呢一個習俗係據說喺江戶時代已經開始噶啦。喺2隻腳嘅之間倒轉咁樣望出去，原本係海上嘅沙洲，好似一條巨龍咁樣由天空飛落嚟，懸浮喺半空，所以天橋立先至被稱為飛龍觀。呢一個角度真係一定要嚟睇啊！呢一邊就有一個掉圈圈嘅祈福，用300 yen 換3個瓦片仔，瞄準個圈掉出去，穿過個圈就會願望成真噶啦。呢一邊仲有個紅心嘅圈圈添啊！喺天橋立經常會見到呢一個智慧之輪，呢一個圈象徵住智慧同埋好運，相傳可以保平安噶。喺展望台入邊有一個小型嘅遊樂場，最奪目嘅就係呢一個摩天輪啦，影相打卡一流。另外仲有旋轉木馬啦、賽車場同埋射箭場等等噶。呢一度最多人玩嘅就係呢一個空中嘅單車啦，因為可以一邊踩一邊欣賞天橋立嘅景色噶。呢一個就係遊樂場嘅收費表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噶。可惜又嚟咗一場大風雨啊！避雨嗰陣時，當然要試呢一隻超人氣嘅天橋立布甸啦。趁而家冇咩雨，我哋搭返落去行下沙洲嗰邊先。
哇，個景真係靚啊！所以搭吊車落去係明智嘅選擇啦。咁我哋落咗吊車之後呢，就沿住呢一條商店街行去沙洲。首先要經過呢一條迴旋橋，呢一條橋好得意噶，佢係唯一連接沙洲同埋陸地嘅通道。如果有大船要經過，條橋係會轉成90度嚟讓路噶。而家我哋正式踏入天橋立嘅沙洲啦，就係頭先喺上面嘅展望台望落去嗰條龍啊。呢一條沙洲係分南北兩邊相連噶，由我而家企喺南面一直延伸去北面嘅散松公園，全長大約3.6公里，由南至到北行路過去，大約要1個鐘頭左右啦。唔想行嘅都可以租單車踩過去噶。大家有冇留意啊？成個沙洲嘅上面呢，大部分都係松樹嚟噶。網上嘅資料顯示呢，有超過8000棵噶，真係好壯觀啊！呢一個就係沙灘嘅位置啦，非常之開揚噶，吹住海風都幾寫意啊！沿途仲會見到唔同年代嘅石碑同埋紀念碑添㗎。咦，又有彩虹啦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佢就比較朦咗啲，今日已經第2次見到啦。我哋而家行返去商店街嗰邊，再去智恩寺。其實呢幾個旅遊景點都好近㗎。所以去完 Viewland 嘅展望台，大家可以留返啲時間行呢幾個景點㗎。見到前面就係智恩寺嘅入口啦，佢就係丹後嘅地區最大嘅山門黃金閣。呢一座山門大有來頭㗎，係動用咗超過8000個工匠，耗時超過7年嚟建成㗎。智恩寺嘅環境好清幽古雅。一入到去就見到好多棵嘅松樹啦，路邊仲會有一啲小食店。呢一度最出名嘅就係智慧餅啦。不過頭先落得太大雨啊，啲店家而家陸續已經咁樣開返啦。智恩寺係供奉文殊菩薩噶，與奈良縣嘅安倍文殊院、山形縣嘅龜岡文殊齊名噶。被稱為日本3大文殊菩薩寺。呢一度最出名嘅就係祈求學業同埋智慧，所以每一年都會有好多考生嚟參拜噶。呢一度最特別嘅就係簽文啦，啲簽文唔係普通嘅一張紙，而係好得意嘅 Q 版紙線啊。有好多善信抽完簽文之後呢，就會將呢一啲紙線掛喺個松樹嘅上面，形成一個好獨特嘅景觀啊，又係一個打卡嘅熱點啊！呢一棵古樹叫做鈴木文樹，個名呢就同文殊係同音嘅，象徵住智慧同埋人生噶。今晚我哋入住嘅酒店呢，離天橋立唔係好遠㗎咋，就係京都嘅宮津美居溫泉度假酒店。揸車過嚟都係19分鐘嘅車程咋，仲係免費泊車，多次出入都得噶。個酒店呢就位於宮津市嘅山上面，可以望到若狹灣同埋天橋立嘅海景噶。呢一間酒店嘅 lobby 真係好大啊，有好多設施同埋空間。呢一度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下午茶同埋宵夜嘅時段，lunch 嗰度免費提供咖啡啦、果汁啦，各款嘅酒精飲品、小食同埋甜品，氣氛好正噶。如果中意飲翻2杯嘅你，呢一度真係值回票價噶。仲有免費嘅室內同埋露天溫泉浸噶。我哋而家睇下間房先。今次我哋訂嘅係望海景嘅經典房，有36平方米大噶，有2張嘅單人床，
呢一邊就係電視機同埋書台。呢一度開幾個大篋都得啊！仲有個梳化位置可以食嘢。窗外係望天橋立嘅海景，而家仲有少少紅葉可以睇下。仲有個戶外嘅泳池，夏天就啱晒啦。個廁所就係日本標準嘅模式，有電子嘅馬桶啦，同埋浴缸，都幾乾淨噶。電視下邊嘅櫃桶呢，就有毛巾同埋浴衣，仲有啲梳洗用品啦，同埋風筒。mini bar 就有煲水器啦，同埋茶包。下面仲有個雪櫃仔，衣櫃就有啲士啤嘅枕頭啦，同埋被鋪，仲有拖鞋同埋夾萬噶。訂房嘅詳細資料我放咗喺影片下邊嘅資訊欄嗰度，大家可以去睇下噶。我哋而家揸車出去 Mipo 嗰邊行下食下買下嘢，喺酒店揸過嚟12分鐘就到噶啦。呢個商場唔算好大，但係樣樣都有齊。地下嗰層就係超市，樓上就係百貨公司。仲有一間 Siri 啊，頂樓仲有幾間餐廳噶。我哋食埋個晚餐，買埋嘢之後就返酒店嗰度浸溫泉啦。今集嘅京阪神分享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我嘅頻道，下次有新片出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。撳影片下邊嘅資訊欄會有齊今集所有嘅資料噶，大家記得睇埋片尾嘅下集預告啊！我係冬瓜豬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